来看中山大学海洋研究团队透过空拍机，伫太平岛周边的大台发现有1000桶只海龟在活动。原来世界上水的海龟岛屿，就伫个台湾附近。南沙太平岛台湾上南边的岛屿，影片记录这个海陆生态，只有真侪鱼仔，还佫有海龟。 影片嘛记录海龟生态，暗时八上花生卵都孵出来海龟囝真高水。这个由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以及海军海巡署等等单位联手合作拍的纪录片，透过空拍机调查，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尺的海域内面，有将近200只海龟，估计伫太平岛边仔这大礁，伫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应该有几千只海龟。 海龟在太平岛干什么呢？它们是来吃海草的。那它们只有在低潮的时候才会到浅浅的礁台上面来，高潮的时候，它们全都退到比较深的海域去。太平岛发现的海龟拢是青海龟，数量之多，远远超过被称之为全世界海龟密度上悬的小琉球。 中山大学研究团队嘛表示讲，因为高雄市海洋局于2007年设立海龟生态保育区，要进行海龟的研究。若要研究海龟，太平岛绝对是排头一名。